主日学的时候咯。在这个暑假呢，我们已经过了7月的一半了。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暑假生活过得还好吗？会觉得很充实，还是很无聊呢？雅茹传道跟大家分享哦，我以前暑假的时候，常常会学很多的才艺耶，包含吉他、游泳，还有算数学，还有直排轮，有些那个时候学的技巧，到现在都还会使用呢。比方说到现在，雅茹传道还常常会练习吉他。那不知道你们的寒假生活有没有过得很充实呢？是不是也有学很多新的东西呢？就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充实的暑假。那在我们今天主日学的一开始，一样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好朋友，就是千寻还有陈宏老师一起来敬拜。谢谢千寻还有陈宏老师带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雅茹传道发现大家都好多才多艺哦，又会唱歌又会弹乐器，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才艺呢？在今天的故事里面，雅茹传道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多才多艺的长辈哦，我们都叫他瞭望爷爷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听听瞭望爷爷的故事吧。永远的祝福，盲人宣教师瞭望的故事。阿孙欸，阿公来啊！听到村子口传来阿公呼叫的喊声，我们丢下还没写完的作业，冲出去迎接阿公。谁都想第一个跑到阿公身边，可以牵着阿公的导盲杖，
神气地领着阿公走在乡间小路，进到家门口。阿公其实可以自己走，但是我们都真的想为阿公做一点事。不管是谁帮阿公签导盲杖，阿公总是会一一的跟我们击掌。阿公还会从口袋里摸出铜板，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铜板。导盲杖，是的，我们的阿公廖望是一位盲人。阿公在5岁的时候得了麻疹发高烧，他的妈妈，也就是我们的阿祖，相信去庙里烧香拜拜，让庙公用香灰抹他的眼睛就会好，反而让阿公2眼都失明了。很多人都说阿公会变成盲人，是阿公的爸爸妈妈做错事，害到了阿公。阿公却从在教会里听到的道理去安慰他的父母。阿公说：我会看不见，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父母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上帝要借着我的看不见，来显示上帝奇妙的爱。眼睛看不见的人能做什么？阿公怎么生活？他和阿嬷靠什么养大他们的孩子，也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、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姑姑、舅舅。很幸运的，阿公遇到了英国来的宣教师甘维林牧师。甘维林牧师说服我们的阿祖，让他去盲人学校读书。盲人教育改变阿公的生命。另外，甘维林牧师宣扬的耶稣基督也给阿公带来了人生的方向。阿公从此之后信耶稣。他的妈妈为了阻止阿公出门去做礼拜，把他绑在神桌上。阿公直接扛着神桌跑去教会。在台湾接受完整的盲人教育之后，阿公还去日本上大学，拿到教师和针灸执照。回到台湾以后，阿公成为一位盲人学校的老师和专业的针灸师。盲人阿公成为一个盲人的帮助者，让跟他一样眼睛看不到的人可以靠自己生活。阿公在盲人学校很多地方教导盲人，他的学生们学会用算盘、点字、按摩、针灸，这些训练让他们可以赚取生活费，养家活口。阿公讲话很大声，训练学生好严格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遇到阿公的学生已经当阿公阿嬷了，还会小小声的跟我们说：你们的阿公好凶，大家都怕他。可是学生们怀念阿公在学习课程以外，会带他们组乐团，有的弹风琴、小喇叭当伴奏，有的唱歌，其中有好几首是阿公自己创作的诗歌。那时候，我们这些小孙子们常常一起帮忙，搬出厚厚重重的点字版圣诗让大家唱。这些圣诗本是别人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阿公边听边一个字一个字，一本接着一本打出来的。每当阿公要带着乐团出去表演，我们这些孙子就是小帮手，领着阿公和其他的盲人朋友，走过大街小巷，穿过忙碌的街口。我们也会陪阿公去拜访盲人，关心他们的家人，帮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。阿公请盲人来做礼拜，为了解决交通问题，会留钱给他们坐车，
甚至派3轮车、计程车去接他们。阿公总是穿西装打领带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还会喷上香香的古龙水，走路抬头挺胸。跟他一起出门，我们都觉得很有气派，多帅气的阿公！阿公说，这样对别人是一种尊重。可是有几次我们跟阿公出去，遇到顽皮的小孩，他们会朝着阿公丢石头，笑他是瞎子，我们气到都哭出来。阿公总是安慰我们，我们心里有上帝就好了。为了安慰我们，阿公会从口袋摸出铜板，让我们去街角的冰店买冰块回来，还叮咛我们跑快一点，不然冰块会融掉。买回来后，我们把冰块敲碎，忙着做糖水拌着碎冰吃。阿公的牙齿很好，他把一整个像大鱼丸的冰块放进嘴巴，咔吱咔吱的直接咬碎。阿公是我们的大玩伴，阿公很会游泳，夏天带我们去海边，在海中自在游泳的阿公，会用我们玩水嬉戏的声音，辨识每一个孙子的位置。如果有人游得太远，他就叫我们回来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喜欢窝在他的床上。阿公的床有一个洞，放着小火炉，阿公会在炉上煮东西，边吃边聊天，温暖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。阿公有温柔看得见的阿嬷在身边照顾他，但是阿公尽量什么事都自己来。他会帮阿嬷修理东西，换灯泡，自己搭火车、公车四处去看孙子们。阿公会感慨，连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生活独立的盲人都会被歧视。大部分生活条件不好的人，不是更被瞧不起吗？所以阿公更加努力地照顾盲人。阿公常会收留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人，乞丐，尤其是盲人。有一位住在阿公家的盲人，因为生病的关系，上厕所大小便都很痛苦，要花很久的时间，好几次半夜起来上洗手间，痛得哀哀叫，阿公就在厕所外面唱着诗歌陪伴安慰他。阿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：耶稣爱我，所以我更要爱盲人。我的肉眼虽然失明，我的心却是光明的。阿公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他得到了永远的祝福，也把这个福气分享给他身边的人。嗨，大家！听完瞭望爷爷的故事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动人呢？而且觉得瞭望爷爷好厉害哦，他很多才多艺耶，又会针灸，又会按摩，然后又会弹乐器，然后还会打盲人的点子，甚至会创作歌曲，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。所以其实听完瞭望爷爷的故事，我们都会感受到，就算是身体有残疾的人，只要这些人在年轻，甚至在人生中，有人好好的对待他们，有人好好的栽培他们，这些人他们生命所能发挥的影响力，并不会比别人少哦。甚至瞭望爷爷做的事情，很多是我们都还做不到的呢。跟大家分享过去的一些小故事。其实，在瞭望爷爷的时代，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人是残疾，或是像瞭望一样眼睛失明，那他的一生可能往往就只能当乞丐来过活，靠着跟别人乞讨生活的物资。但是这样的情况却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牧师，就是甘维林牧师带来了转变。怎么说呢？
甘维林牧师是早期来台湾的一个宣教士，那他看到台湾有那么多在路边的乞丐，那生活没有办法自理，他觉得好难过。特别他注意到盲人的伙伴们呢，更是这样子，所以他很努力的在台湾盖了第一所盲人的学校，让这些眼睛看不到的好朋友们呢，他们可以继续的受教育，然后被成全，甚至能够有照顾自己的谋生的能力。而廖望爷爷就是在小的时候，9岁的时候被甘维林牧师发现了。哇，这个甘维林牧师就很积极的去廖望的家里面，请他的爸爸妈妈说，拜托一定要让小孩子受教育。所以廖望爷爷才有了未来生命中那么丰富的一个经历。那廖望爷爷他在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，他读到了圣经的一句话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，绝对不会在黑暗里走。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。所以廖望爷爷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内心好受感动哦。他觉得只要跟随耶稣，内心就会有光明，能够胜过外在的黑暗。因此他在一面念书的时候，一面在15岁的时候决定想要信耶稣。但是同样的，在那一个比较传统，甚至很多民间信仰盛行的时代呢，不管是要读盲人学校，或是去信耶稣，都会遭遇到家人很大的反对。因为那时候的环境普遍对基督教没有信任感，都会觉得啊，这个外国宣教士是不是要把我们家的小朋友骗走？而且还会觉得，如果我们去信了基督教了，那就没有人来拜家里的祖先啦。所以一开始全家人都很反对廖望去信耶稣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廖望他年轻的时候更是下定决心，他一定要好好努力，信耶稣之后要有自己生活而且照顾全家人的能力，要好好的爱他的家人，这样才不会让他的家人觉得说啊，好像去信耶稣之后就没有人来爱他们了，或是没有人在死后去纪念他们。因此廖望爷爷他非常认真念书哦，他就一路从19岁毕业之后，就考到了东京的大学业。他是拿公费出去留学的哦，领国家的钱出去国外念书。那他在国外很认真的学习，到他回来台湾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了。他同时是专业的教师，又是有执照的针灸师，还有按摩师。那他来台湾的时候，就回到台南，继续在盲人学校教书，而之后呢，又继续教导其他的盲人来拥有针灸的技巧，或是专业的按摩的技术。不只是这样，廖望爷爷他还有非常的有行动力哦。他常常筹组一大群盲人伙伴，然后一起来练习乐器，一起来唱圣诗，到最后甚至是常常在台南各地区的教会来巡回演出，来献诗给主耶稣，而且也做见证，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鼓励。大家知道吗？虽然盲人的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他们手的触觉还有听力是非常敏锐的，因此很多看不见的好朋友们呢，他们的听觉在音乐上是非常有才华的。一个人他的身体上有某一部分的残缺，但是从廖望爷爷以及他所带领的这些盲人的好朋友的身上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真的是上帝关了一扇门，但必会开一扇窗。各位知道吗？虽然在听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廖望爷爷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了，没错，他的确是上一个时代的人，但其实他也离我们很近哦。你们知道他的家就在台南美术馆附近的永福路里面吗？而且永福路里面他原本的家呢，现在已经被他的子女们奉献重建，变成永福教会咯。那接下来雅茹传道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永福教会的样子。在进入永福教会的路口，我们有看到 LED 的招牌，
现在雅茹传道走入小巷，然后教会应该就在小巷的这边。我们看到他周三、周日都有聚会，据说周三是祷告会的时间。他和老婆的照片，全家的许多照片。左侧有甘维林牧师创办第一所盲人学校。这里所陈列的是瞭望爷爷他生前所使用的点字圣经。雅茹传道去永福教会的时候呢，遇到了2位很可爱的大哥大姐来接待我哦，一个是阿明哥，一个是黄大姐，他们现在都是在永福教会的视障按摩中心来为大家服务哦，非常谢谢永福教会同工的招待。看到瞭望爷爷他的纪念馆，他的墙壁上有那么多的乐器，有没有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呢？他会的东西好多，我们都还不会呢。就像书中所说的，当人的生命里面有光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走。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瞭望爷爷的一生，如果像瞭望爷爷一样这样子的盲人，他没有被社会遗弃，而是能够被周遭的人，就像有甘维林牧师去栽培他、成全他、帮助他、爱他，那这样子的人的生命，甚至可以比我们一般人更健康、更有影响力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啊！愿神帮助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前辈瞭望爷爷，明白跟随主的就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，还有眼界，我们就能够活在光中，也照亮其他人，就像瞭望爷爷一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瞭望爷爷这么美好的故事，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生命的周遭。很多时候，主啊，你的爱，你的美好，我们没有特别去留意的时候，常常是看不见，也没有办法认识的。但是主耶稣，当你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体会到你的爱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爱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内心也渴望能够来领受这么好的力量还有爱，来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恳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孩子有生命的力量，行在光中的就不在黑暗中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柔美，世上一切变难的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柔美，世上一切别暗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您使富强教会主日学的孩子们有辨别的灵，能辨别话语、环境、时机、
朋友，选择不与世俗妥协，选择听上帝的话语，而且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能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他们不经历祸患，并能明白属上帝的孩子要长大成熟，能分辨好歹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生命记下1章6节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